主航2024年5月2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表现大才才是和平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彼得前书》第3章第8到22节。总讲，恁着同心同情，相听亲像兄弟姊妹，有仁慈，心存谦卑，无用歹报歹，也是用侮辱对付侮辱，颠倒着用祝福回报，因为恁是为着即个受呼召，互恁通承受福气。因为圣经有记载，人若爱性命，爱过好日子，着禁止喙舌无讲歹话，喙唇无讲诡诈，着离开歹，做好事，一心追求和平。因为做目睭看顾义人，伊的耳孔听因的祈求，毋过伊会对做歹的人变面。恁若热心做好，啥人会害恁？总是恁若为着义受苦，就有福气，毋免惊人的威胁，嘛毋免着急不安。着尊重基督做主。若有人问恁心中的愿望，着不时准备便便，对因辩明。不过，着用温和甲尊重的态度来回答。着有清白的良心，通伫恁受侮辱的时，互遐侮辱恁的人看见恁靠基督所表现的好品行，感觉见笑。受苦若是上帝的旨意，做好来受苦比做歹来受苦较好。伫肉体，伊受处死；伫灵，伊有割活。因为基督嘛捌为着罪受苦，一遍就完成。义的人替不义的人受苦，是为着要带恁到上帝的面前。通过伊的灵，伊嘛有去对遐伫监内的灵传道，就是若准备大船的时，上帝有耐心听候遐毋顺服伊的人。当时进入大船的人无几个，只有8个，因有对水里得到救。即个水有表洗礼，毋是要洗除恁身躯的垃圾，是要互恁有清白的良心，通对上帝祈求。即个洗礼通过耶稣基督的割活，互恁得到拯救。伊已经上天，现在伫上帝的正边伫掌管正天使，以及灵界的执政者甲权力者。表现大才，才是和平。彼得勉励信徒，爱因为信赖上帝，就当轻看眼前的委屈，相信公义审判必然来到。爱因为顺服上帝的主权，伫遭遇恶意对待的时，看见的毋是人的丑恶可憎，反倒是人对上帝的顽固抵抗。面对人的背逆，检察初代信徒还会看见家己过去的罪恶，就衍生出搁较济温柔宽厚的忍耐，搁实紧伫坚定的愿望。彼得劝勉信徒，无论面对主内也是主外的人，拢爱一心追求和平。笔者捌伫面册看到好友分享宗教和谐共处的故事，一对老夫妻相时接受基督和先天上帝帝爷公的信仰。某一遍先生带伊太太请供庙的人士来厝里做法，
伊惊冒犯，帝爷公就甲厝内的圣话藏起来。无想到帝爷公一来就只是甲刀话囥转去，佮邀请耶稣降临神坛，斗阵帮患者安斗，佮派下耶稣符，甲画十字架的符仔互患者，也只是太太为先生祈祷。原发问者是供庙的人，转分享者是基督徒。经对话确认，分享者是希望为基督教互人甲其他宗教势不两立，强力破除偶像的印象做平行报道，期望创造和平。台湾社会按威权迈向民主的过程，会当理解族群的多元甲文化的兼容并蓄是必要的。基督信仰作为较晚教的外来文化，捌染泡严格的分离主义，也导致部分原住民族文化失落的悲剧。总是伫圣经内面，新旧约虽然拢承认有灵界势力，却无承认有甲上帝同等位格的存在，所以并未存在上帝甲其他灵界共治还是对立的问题。约伯记内面，撒旦甲上帝对话，显示撒旦也立伫天顶的神主中间。福音书内面，耶稣严禁声神对伊做任何发言，就算因的陈述是正确的。根据安尼，用暴力对偶像的仪式，等同承认偶像的关系，这并无符合圣经的教导。基督徒伫社会是无受理解的少数，严格的分离主义也毋是彼得所支持的。时到现今，具体的偶像已经毋是人转换信仰的障碍。现今甲上帝对抗的势力，搁较侪潜藏伫价值观和生活形态中间。兼容并蓄的态度，是基督信仰行向普世的政治正确，搁坚实伫上帝的慈爱、丰盛和主权。今仔日的经文中，彼得所讲的和平，是透过对方通理解，也共同认可的善行来实践。这世代的台湾基督徒，伫面对宗教信仰的时，应该回转到基督信仰价值的探讨，对促进建构咱的信仰论述和神学理路，然后活出袂自卑也袂骄傲的信仰实践，佮尝试会当缔造和平、相斗阵的模式。默想，生活中倒位需要和平，着安怎用对方会当理解，佮无违反信仰的善行来实践？生活中倒位需要和平，着安怎用对方会当理解，佮无违反信仰的善行来实践？做伙来祈祷，和平的主，愿你智慧的灵时时引带我，活出你主权的自由，佮缔造和平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